系亚太埔西夫人家同苗栗县政府的行政诉讼喊提打，不过也就延期地度房地产新建案也2年来联合接动嘅出现咯，也嗰度想要投资的人前落来嘅太埔的物价也是嘅一批国家和带动附近的投分子的物价，太埔更加发展的情形係地方上愛嘅發展，也算有係物價許多，大家會買唔起嘅澳門呢，地方鄉親各有看法。賣屋嘅廣告、新起嘅工廠，甚至係基建完工嘅建案，幾年前嘅太埔同連晚嘅太埔比起來，自從係變技術強款，種類黏黏嘅屋，同往擺搶有嘅田中風景完全無相款。苗栗縣政府為到新竹科學園區、中南基地同旋風地區、天區都市計劃，對2002年開始開始計劃進駐太埔地區嘅農地。2019年6月開始，用其他進駐嘅方式，到太埔地區進駐民地。雖然按照開發地方，不過物價近期嘅事實，實提早破壞後生人想要買屋嘅夢想。當初的想法是可能希望35歲之前看可不可以就是存了就是人生第一桶金這樣子。那現在因為物價油電雙漲，其實物價其實我們薪水也沒調漲，那這樣子其實對我們年輕人生活上經濟壓力是蠻大的。這樣有些不是本地人在外租房子，對他們來講，其實租房子就是一個很大壓力了。對啊，因為其實現在薪水真的是還蠻低的，就是如果一個月可能沒有到3萬塊，可能真的是在外面租房子的壓力是蠻大的。進駐之前，中南太埔地區太適係農地，今晚嘅建地一平太約7到10萬，農地只一平8000多萬二。任何採地民眾想要耕田起屋，3萬多餅做下做得到。自講太埔建地重劃了後，連晚建地平均起到一平上20萬。樓屋凊彩做幾千萬，6年來建商同投資客想創業來買，當天物價更來更高。買了很多，可是因為相對來講，以頭份竹南的人口的納位量來講，上面的房子的確蓋得多一點，而且在地的自住客對上面的地方並沒有那麼喜歡，所以上面中大埔的買盤啊，幾乎都是投資客居多，那自住客比較少。了解。對，所以現在或許沒有其他報紙媒體講的那麼熱絡啦。因為我們本身在我們這邊已經成長很久了嘛，就是說我們還是覺得說在頭份和竹南的市中心的點來做發展會比較好。對。對，生活機能會比較好。所以據你們知道，那邊都是外來的建商居多。幾乎都是。自講太埔重劃區嘅南片只係頭份鎮，透過嘅太埔地度嘅物價起起來了後，未影響到頭份嘅屋市。連晚頭份鎮嘅物價樣樣就腳到新竹市嘅行情，雖然係成新竹地區嘅人來買，不過未增加本地人買屋嘅困難。現在頭天動輒就要1000萬起跳，那公寓價可能還是500-600萬啊。這一拉開之後，所以買不起頭天的人自然就選擇公寓啊，自然就選擇大樓公寓的部分。那你這幾年來說，這5-6年來我們頭份的大樓我看增加50棟不止。反用呢一詞只稱係米飯肉，幫多年去叫，未變做建商當好用嘅法術。連晚嘅太埔地區確實比往擺更加反用。有人投資，有人買落地，當鐵建案時講一推出就賣搶。自個按到炒屋嘅錢入來了後，地方嘅發展表面上看起來一進步，實未影響採地居民本來想要買屋嘅想法。按呢開發方式，炒房客係太賺錢，實害到採地人。香港新聞鍾志明苗栗報道。